全世界有900亿个人口登记以来，拢是遥不到的状态。严格联合国上新的统计数字是显示讲，2021年有10亿吨各会当食的物件好好是互拼掉，而且这款情形，不管是伫好业还是善财国家，拢同款。地区弱势族群食袂饱，而且安尼做，唔拿土地，嘛对环境造成负担。 联合国最新粮食浪费指数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登记机构人口将近8亿，按国家庭甲企业单调超过11亿吨的食物，价值超过1兆美金，平均每人每年浪费79公斤的食物，而且浪费粮食产生的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的5倍。联合国就表示，粮食浪费的行为会当讲是全球悲剧，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28%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areas used to produce food that is lost or wasted. Wasting food really leads to waste of land that is precious,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ritical to ecosystem health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数据指出，2021年家庭浪费的食物量超过6.3亿吨，占总体粮食浪费的60%。过来是餐厅甲旅馆，差不多2%。其中富裕国家的民众常常买伤济食物，致使食袂完。有一寡食物伫还未烂去进前，都因为超过保存期限爱单掉。善策国家是因为欠缺保存工具，食物较会伫运输的过程变质，也是拍无去。Food waste is not just a rich country problem. It is absolutely a global problem. We only saw a 7 kilogram per capita per y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 of those in each of those cases. 专家表示，政府应该甲生产商以及零售业者合作，甲食物送去弱势团体的手头。目前愈来愈侪案例显示，公司合作会当有效减少粮食浪费，对气候甲环境有正面的影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